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相，我係 Miss 書。今日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試過返完一日工，明明今日唔係好忙，但收工嗰陣覺得成個人乾晒咁呢？好似靈魂被抽乾咗。其實令你攰嘅未必係工作本身，而係你身邊嗰個消耗型嘅人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本書，請遠離消耗你的人。Miss 書想同大家一齊拆解點樣喺呢個複雜嘅社會度保護好自己嘅能量場，將時間留俾值得嘅人。俗語都有講，錯嘅人互相消耗生命，對嘅人互相滋養人生。咁乜嘢叫做消耗啊？大家想象下，你身邊有冇一種朋友，每次見面佢都喺度呻公司、呻老公、呻個仔，你每次聽完都覺得好似接收咗一堆垃圾咁，成個人黑晒面，呢啲就係情緒黑洞啦。舉個實用例子啊，你公司可能都有個負能量戰士，同事 A。你今日明明好開心，想去試間新咖啡，佢會話：吓，間嘢好難食噶噃，你咁都去，我就唔會浪費啲錢啦。一盆冷水咁潑落嚟，消耗型嘅關係，同佢傾完，你覺得個世界好灰，自己好差；滋養型嘅關係，同佢傾完，你會覺得充滿能量，嘗試去做啲新嘢。Miss 書語錄，記住。能量係會傳染㗎。如果同一個人相處，你覺得自己變得越嚟越暴躁，越嚟越自卑，咁就係錯嘅人。真正對嘅人係會互相叉電，而唔係揾你不斷咁借電㗎。接受真實嘅自己，讓自己更強大，才能夠吸引更好嘅人。好多時我哋都會問，點解我身邊咁多麻煩人？其實吸引力法則係真嘅。如果你成日只係想做好人，驚得罪人，咁你就會吸引咗好多想佔你便宜或者情緒勒索你嘅人。舉個實用例子啊，好多上班族都有呢個老好人嘅心態，同事叫你幫手執多份 report，你明明忙到嘔都唔敢拒絕。點知對方下次仲要你幫手買埋咖啡，仲要老奉咁，點解啊？因為你唔敢表現真實嘅自己，你怕人哋唔中意你咯。Miss 書小建議：一、接受自己有拒絕嘅權利，唔需要做每一個人心中嘅100分好人。二、建立邊界感，當你變得強大、有底線，嗰啲想消耗你嘅人就會知難而退。三、磁場理論，當你開始專注提升自己、睇書、做運動、學新技能，你嘅氣場會變，慢慢地嗰啲層次唔同，只會負能量嘅人，自然就會同你斷聯。關係決定人生，俾嚟最好嘅順利。我哋人生嘅質素，往往唔係取決於你做咗幾多嘢，而係取決於你同邊啲人一齊。避雷攻略：點樣識別消耗型嘅人格？一、習慣性反駁，無論你講啲乜，第一句都係唔係啊，邊係咁㗎？二、雙標大師，佢對人嘅要求好高，但對自己就冇要求。三、悲情主角，永遠覺得全世界都係欠咗佢，將責任推晒俾人。實用應對法，Miss 書教大家一招，禮貌地疏遠。你唔需要同佢反面，因為反面都係負能量，你只係需要少啲回覆或者遲啲先覆，唔好深交，只講天氣同工作。將重心擺返喺對嘅人身上。Miss 書結語：你嘅時間好寶貴，唔好攞去為啲唔值得嘅人。好啦，今日講咗咁多，
總結返3點。第一，學識分清楚邊個係叉電器，邊個係吸塵機。第二，先愛自己，強大自己，好嘅人自然會嚟。第三，遠離消耗你嘅人，唔係逃避，而係對自己人生負責。希望各位返緊工或者放緊工嘅朋友，聽完今日呢一集，可以勇敢去面對斷捨離，留返個清醒嘅圈子俾大家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訂閱我哋聽書有賞，留言話我知你身邊有冇啲令你覺得好攰嘅人。好啦，我哋下次一齊討論下點對付佢哋啊！多謝大家收聽，我係滅書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